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要提防诈骗变身啊！对车份人都要提高警觉，千万唔知对方的来历，清清彩彩就相信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历来历的历，读历的历第8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历的意思就是经过，像经过真侪冬，咱讲是历年；经过真侪代，就是历代。若是讲经过几落代，或者是几落世，就是有历史。自古以来就是历来，经过几落代管理，古早讲是历长。若用过经历甲资格，或者是讲记录个人的经历文件，就是履历。像讲咱找头路，就要写履历表；若求学经历，就是学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经历，意思就是亲身去拄到或者是体验过的代志；第二个词读做来历，意思就是来源甲背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老师上课时详细介绍这句俗谚语的来历，甲伊过去捌拄过的经历，一个小夹，安尼每一个学生印象就足深，后日就方便大家实际来应用的生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